在《花甲男孩转大人》中饰演照顾阿嬷的看护阿春，精湛演技令人印象深刻。但他近日透露，其实在拍摄期间需终身洗肾的二刚好导管感染，看到孩子短短20天进出开刀房7次都不见好转，崩溃泪喊不要救了，不舍再看到被病痛折磨的模样。饰演阿春的阮安妮日前在节目《小明星大跟班》透露，刚来台湾时在马戏团表演，2005年嫁给家中经营歌仔戏的丈夫，最后也进入歌仔戏团工作。刚开始的都相当快乐，直到第2个出生，一夕间全变调，因为一出生就发现发展迟缓。在加护病房待了4个多月才救回来，也因此肾衰竭必须终身洗肾，完蛋了！我人生的一片都是黑暗的。而在拍摄《花甲》时，阮安妮的2亿度导管感染，开刀4次的情况都很不乐观。正在台中拍戏的她，决定把小孩从嘉义接上来转院治疗，但却在20天内开了7次刀，这也让阮安妮一度痛喊不要救了，不忍受苦。可是阮安妮的先生却还是希望能再给小孩一次机会，而最后手术也相当成功。虽然现在还是会偶尔生病，但能成功被救回来就是件最幸运的事了。